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2月11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靜老師啊。今天這個胡適走勢也是反映了過年的一個氣氛啊。為什麼這麼說呢？今天三大股指收盤漲跌不一，截至收盤這個滬指漲了 0.09%， 深成指跌 0.35%， 創業板指數跌 1.08%， 科創板指數跌 0.79%。實際上應該都是在跌。滬指呢，因為是有这個對吧，國家隊在裡面護盤，下午的時候主力拉了一下指數所以說這個漲了 0.09%， 也讓這個滬指又玩7連陽。但是它這個成交量滬深兩市已經跌到2萬億以下了，對吧？咱們一直說已經低於2萬億，那就說明這個資金不是特別活躍，大家都在觀望。那這個春節假期還比較長，春節就放假9天是吧？然後又再加上這個周末反正這個差不多有10多天不能交易，那這個時間還比較長。這10多天裡面对这個金融消費者來說那是個煎熬為什麼呢？你看現在這個世界格局、地緣政治，怎麼這是一天一個變化。咱們在這過春節10天，那這個世界上這個都已經翻天覆地，朗是不是怎麼着了，对吧？這個地保老人怎麼着了？哪兒又打起來了？這都有可能所以說恐怕有一些資金確實也是落袋為安，減倉持幣過年。很多呢都在觀望了，不再進去，導致這個交易就成交量就小得多了。而且這個走勢也很像年前的走勢就是指數是不會有大的波動，這個恐怕大家都已經知道，因為现在是指數牛市指數即使1-2天的回調，馬上它又回來了。但是這個股可不一樣也就是你看指數那是風平浪靜，甚至還歲月靜好，但是你要具體的個股那恐怕你很難把握。所以你看今天是2050家上漲，3241家下跌，跌多漲少。前2天這個什麼影視股火了一把，今天很多影視股就跌停，就這種巔峰上行情，這種極端走勢，這玩意如果你是做短線的話，你得非常敏感，對吧？第一時間就得搶進去。但是很多股票它是直接拉漲停，你只能搶到漲停板進去，第二天還得跑得快。如果你第二天進去都被套住，因為第3天它就要跌了所以对這個短線的來說，這個是非常難，想賺錢很難。所以你要盼着指數連續大跌，這個也挺難的。有人在護盤，但是個股不太好操作今天不知道是吹什麼風整個化工板塊、什麼化纖板塊全部漲停就跟那個航天、商業航天一樣，你也不知道它刮着哪門邪風我們看看這個國際機構還有這些專家是怎麼看待胡適的首先是這個每日財經報道84歲的商品大王清空美股，在全球金融局勢波譎雲詭的2026年開年，現年84歲的商品大王羅傑斯給出了他的生存指南。這位傳奇投資家26歲只身闖蕩華爾街，這咱就不說了反正他是預測了1987年全球股災和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記者對吉姆·盧傑斯進行了專訪，在訪談中他詳細闡述了自己對潛在危機的看法、具體的避險策略以及看好金屬的底層邏輯。面對潛在的危機，吉姆·盧傑斯透露他已經清空了全部美股持倉，轉而將黃金、白銀和銅等實物商品視為完美的保險單，並計劃將其作為遺產留給後代。也就是羅傑斯說，我死拿着黃金，這個金屬就是黃金、白銀和銅就看好這個。理由是什麼呢？大概其它理由就是現在全世界每個政府都在舉債，這個債務規模越來越大，負債率越來越高，而 GDP 的增速在下降。這樣下去很快他甚至認為2026年就要爆發這個債務危機。这就是他認為的。那既然這個要發生這個債務危機那只有黃金能幫他這個守住財富大概就這意思黃金能避險。而且這個羅傑斯又看好中國，這中國的韌性獨一無二。這個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他這個採訪羅傑斯時說他說你1984年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的堅定看多者，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下支持你。中國未來論的核心信念是什麼？然後羅傑斯說這是一個基於歷史大局觀的判斷，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曾數次登上巔峰的國家。埃及曾經偉大過，但只有一次，英國也只有一次。當中國低迷一段時間後，總能重新崛起。但雖然我無法準確解釋這種韌性的來源，但這種韌性是獨一無二
二的。然后这個每日經濟新聞說啊，你認為中國下一個突破口會在哪裡？外部的技術限制對中國來說是阻礙還是催化劑？羅傑斯說啊，中國擁有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明人，特別是工程師，這種人才紅利是巨大的。當一個國家整體處於上升期時，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會向好。我特別看好中國的旅遊業。在過去，中國出國旅遊並不容易，但現在他們想看世界，世界也想看中國。此外，我還看好農業，他們富裕後希望吃得更好、更健康。然後記者就問他啊，你看好中國具體的這個投資嗎？就是哪個板塊啊？羅傑斯說，我持有很多中國公司的股票，比如航空股。正如我強調的，旅遊業及其相關產業在中國有廣闊的前景。羅傑斯啊，他既然是這麼有名啊，也是什麼商品大師，什麼投資家，商品大王。他說的商品咱不好評價啊，他說美股咱也不好評價，但是他還說的中國的這個什麼航空股，對吧？旅遊業只能說這個羅傑斯他是一個美好的願望。顯然啊，他拿了航空股，他拿了旅遊業股票，現在恐怕也是在等解套吧。大概其這個羅傑斯啊，就是華爾街版的上海建功爺叔，我只能這麼理解啊。羅傑斯你看也80多歲，應該這個年紀了吧？建功爺叔也是80多歲啊。爺叔看好上海建功，這個羅傑斯看好什麼航空股還有旅遊股。咱們忽視了旅遊上市公司，對吧？還沒有盈利的吧？盈利的非常少，对吧？什麼歐美山什麼沒幾個盈利的。你看看那個大唐不夜城，一到節假日那是人山人海，人頭攒動，是吧？西安的嘛，大明宮什麼的。但是那個上市公司叫什麼？曲江文旅還是曲江控股啊？業績很差啊，是不是？我記得以前是不是都要退市了？就是旅遊股有幾個是好的，我就不明白啊。就是咱們這兒是你把什麼風景名勝啊，你搞個圍牆給它箍上，給它圍起來，收門票都能賠錢。再趕上咱們現在消費降級，這些遊客去了之後，除了門票堅決不花錢，有的連門票他不買，跑到門口张望，找個地方拍拍照片就走了。你說這是人幹的事嗎？那個大唐不夜城啊，那附近的餐館老板說啊，別看人多啊，過去啊，在那個垃圾桶裡面，你每天會翻出很多那個籤子，就是烤腸啊，對吧？臭豆腐啊，就那竹籤兒。現在說一個垃圾桶裡都沒什麼竹籤兒，什麼意思呢？沒人吃，這小零食都沒人買了，消費降級啊。所以說這個羅傑斯他也可能對黃金，對吧？什麼避險，什麼美股泡沫，對吧？這些他判斷也可能是對的啊，也有可能錯的。但是他對胡適這一判斷，我估摸着他跟建功爺叔一樣，天天念叨着解套。堅定信念，總有一天會解套。正好說到黃金啊，現在黃金又在反彈，現在又到了5000多美元一盎司，就是漲一天跌一天啊，跌一天漲一天，這個波動還是比較大。關於黃金呢，大家看個視頻啊。我今天說的話可能跟全網都不一樣，甚至還有點扎心，但是跟你的錢包呢息息相關，我希望最好能夠聽完。很多人呢都说黃金保值，這是真的嗎？先來看一個真實的對比啊，1990年代初，北京2環一套普通的四合院，總價大概是50萬。那個時候呢，黃金是多少錢呢？大概是90塊錢一克，也就是說 5.5 公斤的黄金就能夠全款拿下一套四合院。那麼今天呢，同樣一套四合院，少說是8、9千萬了，上億塊錢也不稀奇，漲了快100倍。那 5.5 公斤的黃金現在值多少錢呢？就算按現在的1100元每克的高價來算呢，也就600萬出頭。你別說全款了，連首付的零頭都不夠啊！我知道有人會說啊，這個四合院太特殊了，你不能這麼對比哈。那行，我們就換一個更普通的。1990年全国職工的月均工資是178塊錢，那今天呢，全國平均是6000塊錢，一線城市的月均是過萬的，工資呢漲了30到60倍，而黄金呢從90塊錢到1100塊錢只漲了12倍左右，它連打工人的工資漲幅都沒有跑贏啊，你還覺得它保值嗎？我知道還有人不服啊，說為什麼全世界都在吹黃金呢？甚至各國的央行還在瘋狂的囤黃金呢？難道全世界就你最聰明嗎？肯定不是啊，只是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区別，這群人沒有告訴你。你比如說大俄為什麼要拼命買黃金呢？那是因為俄烏衝突之後，他被西方踢出了 SWIFT 的結算體系之後呢，只能拿黄金來做交易結算了。還有美聯儲、歐洲央行，包括我國的央行囤黃金，那是為了維護本國的信用以及極端情況下的跨國清算。所以你看呢，黃金對各個國家來說呢，它還是最終結算工具，關鍵的時刻真的不能沒有。但是對普通人來說呢，我們又不跟中東王室做生意，又不用繞開美元體系做交易，你囤那麼多黄金圖什麼呢？我知道啊，肯定又有人說了，哪怕升值潛力一般嘛，但是它安全嘛，亂世就要買黃金吶，最安全了。但是
真的是這樣嗎？1993年的時候，老美經濟大蕭條，羅斯福總統一聲令下，強制收繳全美的民間黃金，誰敢私藏金條的，最高判10年。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政府號召全民捐金救國，老百姓拿出了婚戒、項鏈，甚至是小孩的長命鎖，換來的只是一張印刷的國債。和平年代呢，黃金是飾品，但是真的到了动盪年代呢，黄金太多只能是催命符。你有黄金，別人有刀啊。當然，這個東西可能離我們現在還有點遠，但是黃金最大的舞台確實從來不屬於普通人，它只在各國央行的金庫和大國的談判桌上。我知道很多人現在買黃金呢，是看着黄金大漲嘛，而且相信還會持續的漲下去。但是你知道嗎？縱觀歷史來看，黃金不僅不保值，而且漲跌的隨機性也非常大。黄金當然有一定的投資價值了，但是它既没有利息，也不进行分紅，絕對不是普通人最好的投資選項。那普通人應該怎麼對待黃金呢？你記住這幾句話：黃金可以當首飾，但是不要當資產。實在是想圖個心理安穩的，那最多用10%的錢買來當壓箱底就行了，千萬不要加槓桿去投資啊！你短期賭對了，確實可能賺錢，但是下次賠起來的時候又要哭爹喊娘了。如果你身邊還有人想投資黃金的，你轉發一下這條視頻，或許能幫他清醒一下。我覺得這個小伙說的還是很實在的啊，跟我的觀點差不多。就是黃金對普通人來說，它不是什麼好的投資品，波動大，對吧？只是說它有沒有增值啊？它是這30年這個都不好算呢，到底增值不增值的吧？但是其實對普通人來說，它黃金不是個好的投資品，不產生利息，沒有分紅，完了之後還有各種限制。我為什麼這麼說啊？就是說你看，如果你是實物黃金，對吧？這個咱們節目一直說的吧，實物黄金你有可能上当受騙，買的那玩意兒不是純的4個9的黄金，你即便買了4個9的黃金，你到時候回收的時候，他說你有雜質，你還容易上當受騙。你說找正規渠道，正規渠道到時候他不收，对吧？現在菜百啊，每天就是3公斤，他回收啊，你不管你在外面排队排了多长時間，你排了8個小時，反正每天3公斤收完，收满不收了，這還人家是隨便規定的啊。以後他2公斤，以後1公斤，对吧？以後他不收，你也不能把人怎麼着，國家也沒那個法律規定說他必須收黃金。隨着你這邊齁急的，对吧？也把黃金賣掉，人家沒地方收啊。那你就去水貝唄，去那個什麼街邊那些金店，然後被人家卡一下，這些啊都不說了。有人說啊，那我買這個什麼 ETF 啊，買什麼叫什麼黃金其他的交易，紙黃金等等，不買實物黃金，一樣的道理啊。你看今天啊，中國經濟報報道，信業銀行將關閉個人黃金網銀交易渠道。在頻繁上調黃金基層業務起投門檻之後，近來又有銀行宣布關閉個人貴金屬買賣網銀交易渠道。隨着黃金白銀價格寬幅震盪加劇，個人貴金屬投資相關業務風險管控持續升級，對吧？你也別管它是怎麼着吧，總之這意思就是你到時候想賣不是你想賣就能賣的啊。现在各个银行交易所都有各种措施，所以一旦以后出现什麼極端情況或者是波動過大，你賣不了。簡單點說啊，就是黃金它是一個波動比較大，然後它又不生息，然後它也是個基本上一個非標的投資品，對這個散戶來說，對普通韭菜來說不是很友好。我們再看看這個高盛啊，這個高盛又開始唱空了啊。首先是當地時間2月10號啊，這個是第一財經報道啊，說高盛在2025年第4季度大幅削減了其現貨比特幣和以太坊 ETF 的持倉，減倉幅度較上季度分別達到 39% 和 27%。根據高盛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最新 13F 文件，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其持有的現貨比特幣 ETF 份額為2120萬份，總價值 10.6億美元；現貨以太坊 ETF 持倉4070萬股，價值10億美元。兩項持倉較第3季度均明顯下降，說明什麼呢？就說明這個高盛對加密貨幣現在不看好了，減倉了嘛。所以這個加密貨幣這塊是不是波動也很大啊？這個比特幣好像現在又到了6萬美元，能不能穩得住還不知道。這個瑞銀警告 AI 基礎設施已接近峰值。當地時間2月10號，瑞銀警告稱啊 ，AI 基礎設施支出可能已接
接近峰值。瑞银首席投資辦公室當天下調了美國科技板塊評級至中性。在瑞銀發出最新警告後當天美股收盤，科技股板塊股價普遍下跌。瑞銀下調評級的舉措發生在美國軟件股經歷了一周慘重的暴跌之後。投行傑弗瑞分析師也在近期一份報告中指出， AI 資本支出的将面臨放緩，這是目前科技行業投資面臨最大的不利因素。不過，科技公司擴大 AI 資本支出的野心並未受到影響。谷歌已於周一發行了罕見的100年期的世紀債券，以支持 AI 基礎設施的擴張。總之這個海外的這些華爾街這些機構不停的在警告這種美國的科技股的这種泡沫和風險。那個羅傑斯對吧，說美股有風險，這個瑞銀說美股的科技股有風險。這國內的風險來自哪裡呢？也不能叫風險來自哪裡國內就是股價一漲，大股東坐不住了，紛紛減持跑路，對吧？漲到大股東都心動了，這個你們要就給你吧，对吧？既然你們這麼喜歡。這個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東華軟件失控人1年內套現超6億這是東華軟件什麼網速科技股東兼董事劉成炎擬減持 1.07%， 又是套現多少億那股票一漲，大股東就跑，你说這叫什麼公司呢？這大股東可逮着這波了，對吧？也等了多少年，風水輪流轉，居然轉到我這隻股票，你說此時不跑什麼時候跑呢？2月10號這個李大釗現在開始呼籲不要炒股了。這個李大釗3000點的時候天天喊底各種底，現在才4100點，對不對？那李大釗就是呼籲大家別炒了，這為啥？格隆匯2月10日報道前券商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釗發視頻表示，做好風險的管理、風險的防範、風險的應對、去槓桿、還錢和不要辭職、不要退學。很多人說到我剛辭職了怎麼辦？那就趕緊找個工作。還有一些人是這樣操作的，他所有的錢都是貸款網貸出來的，之後再到股票市場裡加槓桿，這種人大有人在，他的本金為零，我覺得不太合適。李大釗呼籲去槓桿還錢，不要辭職，不要退學，網貸加槓桿炒股不合適。但是李大釗這麼說，這些賭徒是聽不懂的因為他一旦有這個賭的意思，他是聽不進去的。你跟他說了也沒用，说了對吧？漲了那是他本領，他是巴菲特；跌了那是怪你，他理解不了所以像這個事情不要雞同鴨講了。李大釗也不容易3000年喊底各種底，嬰兒底是吧？胚胎底，4100點就是頂，對吧？就是讓大家趕緊都別加槓桿別炒，不能辭職，對吧？那意思是牛馬你還是靠身體換錢，對吧？你的主營業務是每天8小時，你的炒股那只能是娛樂，对吧？但是這個一般人聽不懂的以消費的心態去炒股是可以的，對吧？你說我有10萬塊錢，賠了就賠了，我不在乎，你可以炒但是你要想炒股作為你的主業，用炒股來養家糊口，這個挺難的，就現在還沒有這樣的人，非常少即使你身邊有那麼1個2個，很有可能他騙了你，就是說他表面上看主營業務是炒股，實際上他主營業務不是炒股對吧？他的主營業務是教別人炒股，或者是靠胡吹，对吧？忽悠搞私募的，他們賺錢。私募的他拿着別人的錢炒股，他收管理費，旱澇保收，只要他能吹，只要他能有流量，他自然能從別人那拿到錢，对吧？他去投資，人家是收管理費，对吧？100億的私募，每年閉着眼睛收2個億的管理費，那2個億就他們10來個人花，你說他能不舒服嗎？賠了他不管，漲了他裡面分一點。還提成呢？這些人他說我是炒股的，他炒個屁，對吧？他根本就不是炒股的這些人他是，所以說真正靠什麼交易，對吧？低買高賣賺錢的，要麼是上了電視，對吧？正在宣傳，要麼是上了天台，对吧？要麼已經嘎了我們再看一條新聞呢，這是鳳凰網財經報道的，銀行存款流失，央行最新回應，不是就老是說這個銀行的存款少了嗎？少了叫存款搬家嘛，那就好多人就說這個存款搬到這個股市了，這叫望梅止渴，对吧？大家記得這個曹操這個典故吧，望梅止渴，就告訴那個場內的這個散戶金融投資者，這還有幾十萬億的存款到期了，要搬家，他們來解放你們，有人來接你的盤，所以不要怕，就這意思但是這個央行回應了2025年3季度居民存款增速高位回落，各方關注增多，這3季度實際上4季度就沒有了出現了一些關於銀行存款流失的探討。2月10日，央行發布2025年第4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在專欄中將資管產品與銀行存款合併，為判斷評估貨幣融資條件和流動性
境環境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並對這一市場熱議現象進行解讀回應。一位業內專家表示近年來在利率下行的背景下，一些居民和企業可能調整資產配置，更多投向銀行理財、資管產品等。長遠看，隨着我國金融市場不斷深化，投資渠道更加多元化，居民會根據不同的資產收益，在存款與其他資產之間合理調整資產配置。未來居民資產擺布也可能更加靈活。他這個寫的特別長啊，什麼意思呢？這個央行的專家說你的存款，你嫌利息低，你把它取出來之後，你買了银行的这個理財，但銀行理財很多種啊，但是你要買風險低的，那理財都流向銀行間的這種理財產品，叫什麼同業什麼拆借借款等等啊，還有或者有的是什麼國債，你的存款流到那個地方，它又是反手又存到銀行，還是變成銀行的存款，就这是央行的意思。所以說這個不要看居民統計美國居民的時候，好像這個存款速度降下來了，第三季度，但是在那個銀行理財那塊又鼓出來一塊。現在央行乾脆把這兩個合到一起算，左口袋右口袋合到一起算，你發現沒變化，就是說咱們這個人民幣流動性沒問題，就這意思。所以我在以前節目說過就是炒股的不要指望着什麼現在存款到期然後他們搬家变成去股市接盤，這個想多了，那個油也不會太多。我們再看這兩天這個大火的這個字節跳動推出了一個就圖文生成視頻的這麼一個工具的吧 ，C Dancer 嘛。然後阿里也推出了一個叫什麼？2月10號，阿里雲發布新一代圖像生成基礎模型，而且千問的新一代基座模型，什麼千問 3.5 也在路上。這什麼玩意我也不知道總之我記得以前不是出了一個叫什麼 Sora 嘛，後來好像也沒怎麼这個宣傳了這個東西到底幹什麼用的咱也不清楚，我只是說對這個時間點感興趣。自從這個 ChatGPT 有一年是吧，在春節的時候爆火，以後發行對吧，這個大模型為什麼都非要春節期間呢？不知道這個大家有沒有想過去年是 DeepSeek 是吧，突然爆火，今年要搞個什麼阿里的這個，還有這個字節跳動的這種圖像大模型生成視頻，知道最近這個影視股暴漲，拉兩個漲停，跟這都有關係。就為什麼非要在春節期間搞這些東西？在我看來多多少少都是炒作吧。我们也不能否認這些 AI 工具生成工具，這是大模型它是有一定的進步，有一定的作用的。你比如說 ChatGPT， 你比如說這個對吧，那個馬斯克搞那 Grok， 但是確實現在你回頭看，就到目前為止 ChatGPT 好像也沒有他吹的那麼厲害，就是現在的反應，市場反應是不是跟當年的預期是不是還是有差距吧？當年吹的那都是革命性的要顛覆這個顛覆那個 DeepSeek 不也是嗎？結果現在DeepSeek 的流量是不是急劇下降它到底幹成啥了？不能說它沒有用是有用的，但是還是比大家的預期比大家想象的要弱得多。所以說這東西一出來就是一頓吹就是高開低走，而且專門挑春節對吧？這是不約而同就是春節期間，也不知道什麼講究是不是春節期間大家都閒得沒事幹對吧？有利於這產品的傳播娛樂性嘛。說真正的這種現象級的應用到現在也沒有對吧？那 ChatGPT 很多人玩一陣子不玩了， DeepSeek 也一樣玩一陣子玩了幾天對吧就沒意思了。當然我不能否認有些專業人士他還天天用這玩意對吧，把它當個工具。但是作為從消費角度來說就是從為普通的用戶對吧，你把它當個真正的產品，很少有人用，也不知道怎麼用，也不知道有什麼用。總之先是一頓炒糊為止。以後是不是會形成一個這個約定成俗的什麼大模型這些什麼 AI 工具最佳發布時期就是春節期間。現在這些圖文生成視頻的這些人工智能工具出生叫什麼未捷身先死叫出師未捷身先死剛一發布現在就遇到版權問題。那很多人拿着這個明星名人的這個節目段子開始用這個人工智能這些工具去改編，一下就侵權了，導致網上是不是現在人工智能這個生成的視頻很多就是真假不分很難分。胡錫進老師對此也是深深的憂慮他說AI 視頻工具越來越先進了，它是進步，同時帶來糾結。如果全民都玩 AI 視頻，這可是太可怕了，人類會嚴重幻覺，真假的界限將變得模糊。如果大家的休閒被 AI 嚴重佔據，也很可怕。我懷疑
人類被 AI 搞膩會與 AI 進步來得同樣快。我現在就經常恍惚，不知道一些插圖和特朗普这種超级網紅的短視頻是真是假。你特朗普骑個28大槓自行車的吧，這網上好多啊，說每次引用一個東西都要先核實是不是偽造的。但是AI 應用還是要學一點，不能掉队。專業人員就更不用說了， AI 是强有力的工具。他这說的沒錯啊，作為工具 AI 還是可以的，專業人士會在上面下功夫，但是作為大眾恐怕這個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範總是要滯後。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